超過23萬用家認同。濕疹救星卡倫萬用膏，搽一搽好快有效，冇類固醇，安心長期用，強力推好快薦。止到痕。試用咗7日，係啦，慢慢咧啲紅啊會退啦，夜晚咧亦都開始冇再扎醒，因為唔會再痕啦。皮膚好明顯就改善咗嘅，就冇之前咁紅啦，啲甩皮又好咗好多。用咗1星期，乾紋同紅印已經冇晒，皮膚冇咁容易乾，亦都冇咁容易翻發啦嘛。雪菜 BB 有隻手咧已經白滑翻晒啦，冇咁紅。消炎好快，皮膚白滑翻，好滋潤，皮膚冇咗甩皮，止到痕，消到腫，有明顯改善。已經第2次買啦，好用。冇晒啲粒粒，又唔痕，舒服晒啦。雖然咧佢差唔多好翻晒啦，但係我哋仲有 keep 住用萬用膏保濕，佢仲冇敏疹成日拗添啊，舒服晒。呢粒粒消得好快，皮膚白滑翻。多謝呢個牌子啊！一支過可以搞掂，梗係大力推薦啦。同時發揮消紅、保濕、修復等6大功效。大學臨床實證，濕疹明顯改善。要調整皮膚系統，我推薦卡倫。用埋修油修護得無上。